邊個賣走咗香港人嘅晚年？安老院收購戰背後嘅血淚真相，你有冇諗過點解而家香港啲私營安老院環境越嚟越似高級監獄，月費貴到離譜，但係入邊啲服務質素反而差過以前？如果你仲以為呢啲只係普通生意，咁你真係被坑得好慘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揭開一個收購局，呢場 show 由90年代玩到千禧年代，背後嘅大老闆國籍一變，我哋香港長者嘅尊嚴就咁樣被當成人血饅頭嚟賣。講真，呢個題目我諗咗好耐要唔要爆，因為裏面牽涉太多資本大佬嘅利益，但係我睇唔過眼，一定要同大家拆解呢條個人見解方程式。收購者身份嘅改變，資本冷血化，就益香港長者嘅悲劇。我哋先講90年代嗰陣收購安老院嘅係咩人？絕大多數係本地香港人，而且好多係專業出身。當時嘅收購者，一係就係喺馬里、伊麗莎白退休嘅護士長，一係就係做開社福界嘅老牌家族。佢哋收購院舍係為咗做生意，但更多係一份專業情懷。你90年代去深水埗、旺角啲唐樓院舍，雖然環境真係一般，但收購者往往就係老闆，佢哋會親自落場，同啲阿婆傾偈，知道邊個要食軟飯，邊個要加備。當時嘅資金係本地錢，甚至係老闆自己層樓攞去議案換翻嚟嘅血汗錢。對佢哋嚟講，院舍係生計，如果照顧得唔好，出咗事，佢哋喺呢行就收皮。所以佢哋係攞條命，攞個明星出嚟同你搏。但係一過咗千禧年代，個遊戲規則完全變咗，呢個先係最令我哋被坑嘅地方。千禧年之後，尤其係2010年左右，收購者嘅國籍開始大變身。首先進場嘅係澳洲同新加坡嘅私募基金。呢班人係乜嘢國籍？係着西裝講英文，只係睇 Excel 報表嘅外資金融才俊。佢哋收購香港安老院，根本唔係想照顧長者，而係將安老院變成房地產金融產品。佢哋發現香港人長壽，而且政府有買位計劃，呢啲係穩賺不賠嘅現金流。於是佢哋瘋狂收購小型院舍，將佢哋打包品牌化，然後再轉手賣俾更大嘅財團。呢班外國買家最坑人嘅地方，係佢哋將成本控制做到極致，將護理員同長者比例縮到最細，因為喺佢哋眼入面，長者唔係人，係一個個床位代號。之後更震撼嘅一波嚟啦，就係來自中國內地嘅資本。呢班買家實力更誇張，好多係內地房地產大佬或者保險龍頭。佢哋點解要收購香港安老院？佢哋唔係要賺你嗰幾萬蚊月費啊，佢哋係要買香港品牌。佢哋喺香港收購幾間有名氣嘅院舍，攞到個香港管理嘅牌子，轉頭就返大灣區搞高端養老地產。你以為你幫襯緊香港品牌，其實背後老闆係內地財團。佢哋將香港作為一個展覽館，真正嘅核心利益係國內嘅地產項目。咁樣嘅收購背景，導致咗一個極之冷血嘅結果。管理層變咗做區域總監，佢哋可能連院舍門口都未入過，只係關心利潤率。呢度我套用翻我個方程式，當90代嘅本地情懷被千年後嘅跨國資本取代，安老院就由避風港變成咗屠宰場。你覺得點解近年會發生長者喺天台俾人剝晒衫沖涼，或者係誤服藥物嘅慘劇？就係因為收購者變咗。以前90年代嘅香港老闆會覺得愁，會覺得對唔住良心。而家千禧後嘅財團老闆，佢哋只會諗點樣做公關手段 PR 去掩飾呢種國籍同背景嘅轉變，直接導致咗香港養老產業嘅非人化。大家醒下啦，呢場收購戰仲未打完。當你今日仲係一個後生仔、中年人，如果你唔去關注呢啲背後嘅資金來源，唔去了解點解我哋嘅安老院會變到咁，
等到你有一日要入去住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你俾咗幾十萬出嚟，最後只係成為咗某個海外基金年報入邊嘅一個增長百分比。呢個係我哋全香港人嘅共鳴，亦都係我哋最深嘅恐懼。我哋曾經引以為傲嘅專業精神，喺呢場跨越20年嘅收購局入面，已經被賣得一乾二淨。你想唔想你嘅晚年係交俾一個連你講咩語言都唔知，只係識睇住股價嘅陌生人手上？如果你唔想，就由今日開始認清呢啲收購者嘅真面目，唔好再俾呢啲包裝過嘅連鎖品牌坑到你體無完膚。下一次你行過嗰啲金碧輝煌嘅私人安老院，記得望清楚佢背後嘅牌係由90年代嗰種香港人嘅汗水堆砌出嚟，定係千禧後由海外資本用人命換翻嚟嘅金幣？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，更冇唔帶目的嘅收購。守住我哋長者最後嘅尊嚴，係我哋呢一代人最後嘅防線。如果你都覺得呢個真相令你心寒，記得將呢段片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知道我哋嘅晚年到底係被邊個賣走咗。如果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請訂閱我嘅頻道。